场活动已经基本上是得到了控制。事发地的社会已经是完全可控。如果什么时候有人敢于再跳出来作案，我们是完全有力量及时的把他们打掉。在这个情况下，少数城市本应恢复正常的行政，但是今天以来，有一些单位的残酷施工，这种。Stop.